大家好，我哋今日會講點樣令城市落實點等動字嘛，住得舒服啲。城市發展得快，出現咗城市化，啲動物冇地方住，天氣又越嚟越熱，出現咗二度效應，空氣、水同噪音污染都變差，影響動植物生活。大家睇下呢兩張圖，左邊講城市熱島效應，城市入邊好多動物，黑色屋頂吸晒熱，所以個城市熱啲。但郊區公園同田就冇咁熱，樹可以擋住陽光，又有增糖作用，幫手令天氣冇咁熱。咁就有個問題啦，邊樣受影響啊？如果冇地方住，動物會變少，種類冇，會存多樣性，冇咗生態系統，空氣唔新鮮，水道唔清，人就唔開心，因為生活唔夠健康。右邊副圖講咗城市化越嚴重嘅地方，受影響越大，溫度又越高。為咗應付二度效應，世界唔同地方有啲未做法呢。歐洲有綠色屋頂、農場，喺屋頂種咗好多植物。加拿大做咗生態廊道，動物可以曬太陽。大家都想城市變綠，動植物可以住得好啲。跟住請范同學講下呢幾種做法嘅詳細內容。第一個例子係溫哥華個綠色屋頂。溫哥華唯一中心個屋頂種咗好多植物，仲有蜂箱，蜜蜂會幫植物授粉，好多動物都可以喺度有位住。呢種做法唔止好靚，仲可以降溫慳電添。係一個例子係中國皇崗的垂直森林，整個路都係樹，上面有幾百棵銀杏樹，仲有啲耐心啲嘅植物，同可以生好耐高啲款。跟住就睇下我哋可以點用一次搞掂佢。如果想搞到城市綠啲，我哋就要教啲城市員工識下點搞，點用同人一齊做嘢，好似識下本地種咩植物，啲綠的可以點樣搞，仲有政府嗰邊就規劃高啲人都要一齊出力，一齊搞掂。最後只要大家一齊做，城市會變得綠色啲，動植物住得開心，我哋人都住得舒服。多謝大家。